听到这个声，表示爱现呀。十粒卵，早起去市场买卵，一盒卵拢总有10粒。买好啊，来转。啊！拔一个，卵拢飞出去啊！头一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啪！变做菜脯卵，足咸的，足咸的，菜脯足咸的。第二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壳变做长头叉卵，足鲜的，足鲜的，这长头目睭足鲜的。第三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啪！变做三色卵，足好食的，足好食的，三色卵会通配沙瓦饭。第四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壳变做老卵，老上久啊，老上久啊，老上久会变做铁卵。第五粒卵讲：哦，我飞出去啊！卡变做卵饼，卷起来，卷起来，想要食啥物口味就卷啥物。第六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壳变做塔马豆卵汤，足好啉的，足好啉的，啉汤爱趁烧哦。第七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啵变做皮蛋豆腐，足黑的，足黑的，皮蛋足黑，豆腐足白。第八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壳变做咸卵炒苦瓜，足咸的，足苦的，炒豆丁哪会这么酥皮？第九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啪！变做鸡卵糕，足香的，足香的，这款古早味是大家拢喜意的好滋味。第十粒卵讲：啊，我飞出去啊！嘿，互人接到啊！变做国外做的彩蛋。大家平安。